去年底有传出伫彰化市一间幼儿园，这学生囡仔身躯顶私密的所在呢是有着伤，哪像就是受到一个姓詹的助理老师甲因虐待。这县政府启动调查，因为无直接的证据来指控，所以落尾是无成立。也毋过在调查过程当中所发现讲，另外一个姓李的教保员有不当管教的行为。这家长批评讲，县政府处理了无好势，影响到囡仔人的安全。我以前学校有坏老师他会打我，我一直哭，他还会戳我的屁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孩子这么说，因为这半年我们一直很避免跟孩子提到这个话题。因为我们的诉求就是教育处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以专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调查。针对这158次密集的不当管教行为，应该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判定。彰化市一间幼儿园是逼出有不当管教的行为，有6、7个家长出面来指控，伫县议员陪伴之下开记者会，指控这间幼儿园有不当管教的事件。虽然讲这县政府是有针对这当事的教保员，也个有幼儿园来裁罚，也毋过并无调查不当管教的程度到底是到倒，而且这受害的囡仔人数嘛无去调查。这县政府是回应讲，会个重新来调监视器来了解。